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文化部的影视甲流行音乐局举办的金视奖。今年第19届，总共有74件作品入围。透过这个奖项，会当让大家看到更较多有特色的在地节目。我们第19届金视奖多元关怀节目奖得奖的是。 紧张的念出得奖的名单，这是文化部影视甲流行音乐局所举办的金视奖颁奖典礼，特别请艺人游子怡进行颁奖。主题具有深刻的意义。金视奖特别奖励地方电视台制作台湾在地特色节目。今年总共有294个作品参加比赛，74件入围。奖项有节目类型，亲像是地方新闻，或者是专题，某个人类型，包括主播甲主持人，真丰富。 这个奖呢是为了在地的发声而设置的，因为你们的努力，事实上在地的做这样的一个守护者，能够把在地非常多、非常正面能量的东西传递给大家。金视奖已经第19届，虽然今年报名的件数有减少小可，不过也是有真侪地方特色的节目，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。